今次同同學講下黑曼嘅旅遊動機模式。其實呢個模式呢，最嚇人嘅地方呢，就係有9樣嘢要記嘅。咁呢9樣嘢點記好呢？好似散收收咁喎。咁呢，好簡單啊。咁我今日呢，主要呢，就唔係教大家呢9種嘢裡面係講乜，而係呢點樣可以唔會漏其中一種，然後從而可以容易啲第時答問題嘅。首先第一樣嘢啦，你可以睇下呢一張嘅去日本嘅入境表啊嚇。咧裡面呢就會有一行呢就係去呢度嘅目的㗎。可能呢度唔係好清楚啦。你可以睇下啦。第一個呢就係觀光，第二個呢就係商用即係呢個公幹旅遊啦。第三個呢就係探親嘅。另外呢就轉機啦。其實呢頭嗰三個呢，已經係呢個黑曼嘅旅遊動機嘅一部分嚟㗎啦。我哋睇下啦，咁樣觀光呢，其實我哋可以歸納佢兩種啦。第一就係講你去一個地方，梗係有好奇心先會去啦。你未去過或者係好想去嗰個地方，有啲嘢吸引到你先會去。第二呢，就係既然你去旅行，梗係要快樂啦，係咪？要開心先要去啊，點會喊住咁去旅行呢？解決咗呢兩樣嘢之後呢，就跟住呢，就睇到係頭先講嘅商務方面啦，即係公幹旅遊啊。公幹旅遊呢，其實呢就屬於呢一種嘅，就係公務與商業事務啊。但係呢，要留心一樣嘢，學術活動都係㗎嚇，即係話你哋如果去呢個交流團咁樣去學術方面嘅交流，其實都屬於呢個黑曼嘅旅遊動機模式之一嚟嘅。除此之外啦。去旅遊可能呢，亦都會頭先講到探親啦咁樣。點記法呢？睇一睇下呢位仁兄呢，大家都好熟面口啦，就係呢個林書豪啦。林書豪呢，其實都會經常去台灣。去台灣呢，有兩個原因啦。第一就係去探親啦，梗係啊。第二呢，就係因為佢台灣人嚟㗎嘛，咁所以呢，就去做探索故鄉嘅咁樣。去尋找自己啊，即係譬如爸爸媽媽住嘅地方咁樣。另外一樣嘢，佢去當然會宣傳下運動方面嘅嘢啦。參與運動。其實我哋如果咁樣計嘅話呢，已經中咗成6個7個㗎啦，已經。好容易呢就會記晒其他嘅呢個旅遊動機啦。除此之外啦，見到呢幅圖呢，大家會見到有呢個呢個呢個唔知大家識唔識啦？就係小福個小夫個阿媽啦。你都知啦，有錢人家梗係會同其他嘅師奶同阿花師奶講係去咗咩地方。呢啲好巴閉好威嘅攞嚟威嘅就叫尋求自尊啦。OK。另外呢，仲有呢，就大家可以見到呢兩幅圖都係人山人海。記得呢兩個地方呢兩個地方呢，經常會喺呢個公開試會問嘅。第一個呢，就係梵蒂岡，第二個呢，就係呢個回教嘅呢個麥加聖城麥加。呢兩個地方都係好多人去朝聖嘅。我哋叫呢個做宗教信仰。而精神審美係咩呢？主要呢就係做呢個去參觀博物館啊、美術館啊，同藝術啊、美術有關嘅嘢。所以呢，其實呢9個裡面呢，其實都唔難去記嘅。有幾個係同旅遊有關，同保健有關同啲活動有關嘅。另外你記得呢，就仲有呢個嗰張入境表啦會有公務方面啦。亦都有探親呢，就會有林書豪啦會呢個去呢個探索故鄉啦，同埋做運動嘅。剩翻就係花師奶啦。所以呢，其實呢9個裡面唔難記，最難嘅一樣嘢呢，就係要一字不漏，唔好改變咗佢嘅詞彙，因為咁樣可能會導致冇分嘅。好啦，喺考試會點考啊？或者公開試會點考呢？其實有兩個方法嘅。第一呢，就係資料題。資料題方面呢，可能佢俾咗一啲嘅資料你啦，然後呢，就去睇啦。其實個資料裡面有啲咩係合適嗰個頭先個旅遊動機模式嘅。就係答合適嗰啲就得㗎啦，就唔需要話背晒9隻俾佢啦。當然，另外一種問法呢，就係用呢個論述題方法嘅。佢通常呢，論述題會前置咗一啲嘅背景俾你啦。而按住嗰個背景去收集嗰個問題。
咁當然啦，亦都係唔使考晒9隻。咁通常論述題就2分1個 point 嘅。咁如果9隻超過18分嘅，咁亦都唔會咁樣問啦。咁所以呢，通常呢就會俾一個前置問題。咁收窄咗大概係問4個或者5個最多㗎啦已經。咁大概佔咗半題嘅論述題到啦。咁樣就係通常嘅問法嚟嘅。咁記一樣嘢啦。咁9隻裡面呢，雖然我哋要識，亦都個字呢，亦都唔可以錯啦。咁但係呢，唔會問晒9隻嘅通常。咁通常考試嘅模式呢，就係咁樣啦。